喺呢個系列入面，我哋會討論拉康派精神分析臨床診斷架構中嘅不同症狀。首先要講嘅就係神經症呢一大類。當然，喺說明神經症嘅症狀同診斷方法之前，我哋首先要了解現代主流精神疾病嘅診斷標準，即係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嘅《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截至目前為止 ，DSM 已經出版到第5版文本修訂版，即 DSM-5 TR。相比之前幾個版本，佢取消咗五族系統，分類亦變得更加細緻，並更新咗一啲術語同規範性定義。DSM 主要將精神疾患分為神經發展障礙、精神病性障礙、雙情感障礙等等，每一組相近嘅症狀會放喺同一章，方便查閱。相比起上述嘅診斷方法，拉康派臨床嘅診斷方法同主流有好大分別。呢一點可能會令一啲習慣使用 DSM-5 TR 嘅精神科工作者覺得奇怪。喺某啲方面，拉康派嘅診斷似乎比當代心理學同精神醫學界所理解嘅診斷更加簡單，但實際上喺其他細節層面，佢又可以更加精細。眾所周知，拉康一直以回到弗洛伊德作為精神分析工作嘅理念，而拉康派臨床嘅診斷標準亦係對弗洛伊德所發現嘅概念作出特定嘅解讀同擴展。佢唔傾向不斷增加診斷類別嘅數量，唔會將每一個新觀察到嘅臨床症狀或者症狀組合都視為一種獨立嘅障礙或者失調，即係 disorder。拉康嘅診斷架構承襲咗弗洛伊德嘅分類，將神經症、精神病同性倒錯確立為基本診斷架構。同時，拉康亦對精神病同性倒錯作出一啲補充同修正，因為弗洛伊德對神經症以外嘅精神異常現象論述得比較含糊，亦未算充分。拉康理論指出，一啲用嚟處理神經症嘅目標同技術並唔適用於精神病，甚至有可能係危險，因為呢啲做法可能觸發精神病性崩潰，即係 psychotic break。拉康亦擴展咗弗洛伊德對診斷類別術語嘅區分。弗洛伊德透過理論化將神經症同性倒錯區分開來，佢認為壓抑即係 repression 係神經症嘅特質，亦即係神經症形成嘅機制。壓抑對神經症係構成性嘅，當一個人形成神經症時，壓抑就係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有一個可能會顛覆我哋舊有想法嘅觀點，就係日常所講嘅正常人其實冇一種屬於自己嘅特殊結構，佢哋通常都係神經症者，只不過唔自知。換句話講，正如我喺介紹精神分析嘅影片入面提過，根本冇一條清晰嘅正常同唔正常界線。又或者可以話我哋人人都有病喎。當然呢種講法好難令人接受，因為佢意味住人哋冇辦法再將所謂唔正常嘅人排除喺外，借此確認主體同他者之間嘅差異。其實喺前面我哋已經對神經症落過一個定義，佢運作嘅基本機制就係壓抑。根據弗洛伊德嘅講法，壓抑會令一個曾經閃過腦海嘅感知或者思想被獨立咁記錄或者銘記。所以壓抑並唔代表對嗰種感知或者思想作出徹底完全嘅抹除，而拉康就認為被壓抑嘅係同感知相關並且被情感所依附嘅思想。情感同思想一開始係互相連結嘅，但當壓抑發生之後，情感同思想就會分離，思想被排除喺意識以外。因此，有時一啲病人去見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時，會話自己覺得好沮喪、抑鬱、焦慮等等，卻唔知道具體原因，又或者佢哋所講嘅理由同壓喺佢哋身上嘅情感力量其實並唔相稱。當思想被壓抑嘅時候，情感往往仍然留低，受困擾嘅個體於是傾向自發咁飲一啲暫時性嘅原因，嘗試理解自己點解會有呢種感受。關於壓抑嘅理論，其實仲有好多案例可以用嚟解釋，例如弗洛伊德著名嘅鼠人個案，不過喺度就唔逐一詳細講解。另外，拉康亦批判美國心理學同精神醫學對精神疾病診斷嘅平庸同簡化。佢指出呢種分割同征服嘅做法，即係將每一種模式拆解成彼此獨立嘅最小部分，替呢啲部分賦予新名稱，再嘗試將佢哋當作邏輯上獨立嘅失調去處理，其實只係管中窺豹。佢只處理眼前明顯可見嘅事物，並且放棄咗更深層結構呢個概念。主流心理學對精神疾病嘅分類未必比其他醫學科學所宣稱嘅更加優勝，因為佢哋同樣採取一種症狀對症狀嘅診斷分類方式。然而，當我哋得知一位女性患有厭食症，並將佢歸類為進食障礙時，實際作用未必太大。
因為當佢被診斷為厭食症嗰一刻，我哋其實一早已經知道佢有進食方面嘅問題。但如果用拉康派臨床嘅分類方式，呢位女士可能會被理解為神經症當中嘅異症。咁樣我哋就可以將佢嘅症狀放返入佢整體心理結構嘅更大背景之中考察，從而嘗試出導致症狀嘅根本原因。而家我哋可以知道，神經症即係 neurosis 之下，主要包括強迫症即 obsession、異症 hysteria 同埋恐懼症 phobia。由於篇幅同時間關係，我會喺下一期討論同分析佢哋各自嘅慾望結構同症狀。感謝各位觀看。